新明行心。數十年嚟，新明行從每年出口數十萬磅花旗參中挑選靚貨特價發售。新明行加拿大參種子純正優良，心長歷史悠久，世代經營，所以新明行花旗參獨有安省參金身黑紋，深身飽滿，心味香濃，切開肉白鬆身，片張完整嘅特徵。想買優良純正加拿大花旗參，首選新明行。新明行，心。结婚之后我们怎么去分配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可以提前沟通的。他说他不想进入他的内心世界，我就觉得就这一点，我就感觉你不愛這個人。我們已經沒有家了。哎呀，你別幹嘛！再見愛人第4季，星期日於城市電視播映。Number One 地產精英 Bonnie and Danny Wan 之《再見愛人》第4季係由 Number One 地產精英 Bonnie and Danny Wan 贊助播出。即係成個配搭好好，同埋通常咧，你食啲餸咧，啲配菜都係擺埋一邊嘅，即係洋葱、青椒，搞起青椒有爽喎。都可以撈埋一齊食啊！佢全部都係主角咯，冇配角。一入嚟係咪聞到啲好香嘅麵包味？麵包味同埋佢煎飯煎得好好喎。跟住後咧食啲雞胸咧，你覺得佢醃料咧醃得太多，你食唔到佢嘅雞味。佢呢個係雞味係 OK 嘅，真係好適合做完 gym 嚟食咯。美食新聞週報，星期六晚上8點05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冠軍係4號 Jenny Lin 林采妮，亞軍1號 Jessica Lee 李卓恩，季軍6號 Cecilia Chan 陳子穎。想一同參與令人回望夢想嘅開場舞蹈，生動有趣嘅佳麗對答，見證8位充滿夢想嘅美少女逐步成為光彩奪目嘅女主角，舞台上嘅女王嗎？12月7號晚上9點，新時代電視1台，敬請留意收睇。